后来继续来到新北市，伫个中秋节是来推出着5大赏月娘的路线，会当为透早算到透暗。也毋过啊，就惊这个高速公路若塞车，连带会影响到新北市的交通。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一透早就到石碇仔交流道来视察。虽然讲透早路况也算袂歹，也毋过侯友宜也是要求市府袂当来放松。 千交代万交代，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今马上加连甲高速公路的车一直塞到市区。势必我们要派出更多的交通警力，再加上今天是中秋节，所以这里的交通的挑战还是非常的严峻。 原本是要把握4天连假游览的商机，所以新北市伫中秋节推出5大赏月路线，要让民众对透早算到阴暗。 伫新店的碧潭陶子面的艺术作品，就算看袂到月娘来遮嘛袂歹。另外，白客、车童拢有新北市点灯向世界报平安的活动，透过现场的艺术装置，让民众会当翕相拍卡。也佫有中和的航路地、13站的夜景，像那翕相的秘密景点。但是想要耍个欢喜，就千万唔通塞车。 毋过嘛，因为家己新北市办的活动伤济，所以像双十节的活动，侯市长伊就无要去。那新北在国庆日一定有很多庆祝国庆的活动，当然以新北市的市长一定以新北市办理国庆活动为主。4天的连续假期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只有1天无公开的行程，要维持阵继续拼落去。